大家好，今集咧想同大家講下一位終審法院嘅前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咁我呢個名咧，大家未必係好熟悉，咁但係近年都幾多關於佢嘅新聞，係關於香港嘅，佢都有好多嘅評論。咁我覺得好值得講講，因為佢最近出一本新書咧，係有一個即係有一定嘅篇幅啦，去講翻佢喺香港做終審法院嘅時候嘅觀察啦，同埋佢而家對香港法治民主嗰個立場。咁咧岑耀信係英國人嚟嘅，咁佢今年2月出咗本書啦，本書叫《民主的挑戰與法治》。咁啊，討論下全球而家民主咩狀況啦，咁啊將香港成為其中嘅一章啦。咁你睇翻即係點解一本書會成為即係好多海外媒體同埋香港媒體都有啦。咁本地嘅媒體可能少啲啦。咁喺香港嘅外媒就會多啲報導啦。因為佢講香港而家個司法狀況係乜嘢？咁你睇佢標題咧，其實佢話香港法官好需要相當嘅勇氣去逆政治潮流而行，跟住咧用咁嘅勇氣嚟判案。但係佢整體嚟講本書度，即係就會話記得佢話曾經希望留任限制政府啦，但係目前已經不切實際啦，唔想成為制度嘅一部分，所以決定離職。咁佢呢句説話好多傳媒去 call 咗佢，咁我相信都係佢離任同埋點樣睇香港嘅而家一句最重要嘅一句最重要嘅重點啦。咁佢呢個諗法咧，其實我有好多感慨，亦都有好多同感，因為岑耀信法官曾經係香港終審法院嘅一部分啦，非常任法官啦，喺制度裏邊嘅人。我點解話好有同感咧？因為我曾經都係制度裏邊嘅人，即係曾經入到去立法會，成為制度嘅一份子。咁當然對岑耀信法官嚟講，佢可以喺制度裏邊行走嘅空間、尋找嘅空間係少啲嘅。因為作為法官，佢只可以判案，亦都只可以跟住當時擺喺佢面前嘅法例去判案。咁所以你睇到點解咁多海外法官去到香港嘅終審法院判出嚟，都唔係撐民主自由各方面嘅，都唔係譬如最近嘅案件，講緊林卓廷喺終審法院嘅一單案，點解都係判林卓廷有罪嘅咧？咁我陣間可以講到啦。咁但係佢哋喺裏邊制度裏邊嘅空間唔係好多。咁我喺制度裏邊作為以前立法會議員啦，選咗入去，空間可以多啲嘅。咁有啲話都唔係好多噶啦，你都係起身撳掣，最多咪俾你拉布。咁你見我都可以盡量衝擊嘅，我都試過即係掟臭彈啊、掟腐爛嘅植物啊，去衝擊下主席台啊等等。咁唔係因為咗衝擊而衝擊，當時我嘅感覺就係喺立法會，我好唔甘心就咁成為制度一部分，跟住就政權就可以話呢個制度有民主成分啊，有民選嘅議員，有反對嘅聲音，跟住投票撳掣話反對就算啦。咁所以我可以嘗試去衝擊啦。咁但係當個制度去到太離譜，當人大要 DQ 咗我哋4個議員嘅時候，咁最後你見到民主派集體總辭啦。其實都係類似岑耀信今日佢所講嘅，就係如果我哋諗住留喺以往諗住留喺議會，可以做到多啲，可以盡量去衝擊政府，盡量去做不合作運動，喺反送中之後，甚至想癱瘓政府。你想有呢個諗法係你諗住本來係得嘅，但係當佢一路開始 DQ，一路開始拉人入去坐監嘅時候，你會覺得留喺度係不切實際，做唔到你本身想做嘅嘢。咁所以呢個岑耀信咧，就反映咗我諗可能係好多海外法官今日嘅要掙扎嘅問題，就係當佢覺得
我係嚟自一個自由嘅角度，好多海洋法官嚟自英國、嚟自澳洲，而家最多就係澳洲啦，嚟自加拿大。佢哋獲委任嘅時候，可能就係覺得我入去一個不民主嘅制度，甚至可能已經走向暴政專政嘅制度，佢都仲可以係帶嚟一點點嘅判案嘅時候，有一點點自己嘅立場。咁但係原來入到去，佢哋覺得係唔得嘅。咁所以岑如信今次嘅辭職咧，係好值得其餘嗰幾位，特別係澳洲為主嘅海外法官去諗一諗，究竟佢今日仲喺制度裏邊為制度背書，可以帶嚟有幾多好處咧？即係定係佢有啲人甚至諗係咪佢自己個人嘅好處、個人嘅聲譽仲多過可以為香港做到嘅嘢咧？咁我雖然唔會咁諗，但係係好值得佢哋去反思嘅。咁我可以睇下岑耀信佢講啲乜嘢咧？其實我感覺岑耀信唔係一位好完全開明或者完全企喺民主自由嗰邊，佢都有佢保守嘅地方。譬如佢喺本書度都會話，我2019年嗰個暴動的而且確係暴動。佢話喺其實所有即係如果你咁樣喺街上面衝擊政府啊，做一啲抗爭行為啊，喺其他國家都一定係違法啦。咁我唔可以話佢錯。咁佢本書上面嘅重點都唔係講批評，即係示威者做得啱定唔啱，我係想純粹講喺法例上面。咁當然會係違法嘅事啦，譬如暴動罪、非法集結罪，我都同意，可能其他國家裏都一樣。咁但係我哋作為即係法官可以咁樣睇法呢個法律啦，但係譬如我哋作為做評論嘅，或者作為當時係政治人物、係社會人士，我哋都要諗嗰種暴動係個道理有冇道理要去到暴動咯？咁所以有啲人都話一句好出名嘅quote 啦，一個就係講話暴動就係冇權者嘅語言，即係當一個公權力剝奪一個人最基本嘅權利嘅時候，佢可以唯一選擇就係即係最大嘅反抗就係暴動。咁佢岑耀信喺呢本書裏邊有咁樣講啦。咁但係佢亦都有講我覺得佢好公道。佢話佢質疑國安法咧，即係套落去今時今日嘅香港，即係都係填補即係香港政府啦，當時未能夠實施23條嘅空白。咁但係又批評北京係用一個新法例去到係系統性咁樣壓制咗民主嘅倡議，同埋即係扼殺咗任何嘅反對派。咁喺本書裏邊佢都形容話，即係香港佢都肯定香港從來都唔係民主嘅地方。咁但係如果連自由都冇嘅話咧，咁就其實法治嘅發展係好困難啦，甚至喺今時今日嘅香港係會倒退啦。佢話喺實際上喺呢個社會咧，即係喺香港而家呢個狀況，甚至有呢啲惡法底下，係俾咗官員同埋警察好大程度嘅任意決定權，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講緊嘅任意拘捕等等好多任意嘅決定啦。咁啲官係好難做嘅，佢話好大考驗。佢話好多字眼，咩叫仇恨中國啊，咩干涉同外國政府勾結啊等等呢啲字眼，唔係一個好主觀嘅字眼，可能就係將咩叫憎恨政府，咩叫勾結擺咗喺法官上面，要法官去用自己嘅意志、自己嘅價值觀嚟去判。咁佢又特別講到，即係我好欣賞嘅就係佢睇得好仔細，佢唔係淨係睇一兩單大案。甚至上喺書裏邊就有提埋話，羊村繪本案啦、立場案啦、鄒幸彤案、47人案。咁就佢講得好清楚嘅，就係呢啲案件嘅結果，全部都入罪啦。基本上反映咧，表達敵對嘅意見或者反對嘅意見就被視為犯罪。咁其實呢啲觀點，當然我哋好多評論嘅人都會講過啦。但係由一位終審法院曾經係喺終審法院審過案，跟住亦都係因為47人案，佢話接受唔到啦，所以要自己退場嘅法官口上面講，係就算甚至佢喺英國都係一個好高嘅即係聲譽啦，好高嘅 standing，我哋叫做係特別嚟得有份量。
咁佢甚至佢講埋話二胡伯伯喺街頭拉榮光案啦、傅思瑤案、抬棺材抗議啦等等，佢都攞埋做例子。跟住佢話呢啲咁多間單案夾埋，就會係即係特別係立場案咁樣啦，可能標誌住香港新聞自由嘅或者係整體嘅自由嘅終結。咁我覺得由一個咁有份量嘅人去評論話呢種自由嘅終結，我覺得係一個好有份量嘅講法。咁佢有一點講得好好圈我點，就係話佢覺得咁多海外法官或者本地法官判案嘅時候，都傾向政權嗰種嘅意識形態，即係都係好將啲示威者、抗爭者、反對者收監，覺得佢哋有罪。呢啲嘅做法咧，佢覺得唔係政府向佢哋施壓。我覺得呢句説話可以可圈可點就係有好多人會覺得北京會直接約佢哋見面，會直接同佢哋講，甚至直接俾電話佢哋去講你點判啦，你點判啦。我覺得絕對係可行，但係我傾向都相信十秒信嗰套，唔係佢直接即係有一個訊息俾你，話俾你聽你點判。十秒信話呢個係悲劇，唔係上面有個訊息同佢講你要點判佢哋有罪啦，而係佢哋自己審查住自己咁樣判。咁所以就係好簡單，就係你一路判案，你作為一個法官，如果你有好多單案係政治案件，你都判政府贏嘅，你都係壓制民主派、自由派嘅人士嘅，佢咪可以繼續升官咯？佢咪可以由一個裁判官升做區域法院法官，再升做去高等法院法官，再升到去最終審法院嘅法官。咁如果你一啲案你持續都係同政府唔同嘅立場嘅，咁你咪冇得升咯咁樣。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可能就係控制住最高終審法院法官啦，喺法院最高層最有影響力嗰啲人，最控制到升遷嗰啲人嘅時候，佢理論上就唔使可以即係明刀明槍咁出面，下面嗰啲法官就會知道話呢個係一個政治潮流。如果佢唔係跟住政府嘅立場去判咧，佢就會被邊緣化，變成少數，佢就會喺仕途上面冇辦法再上一層樓。咁好可悲嘅，所以我覺得係岑妙信話呢個係香港嘅悲劇，佢咁樣形容，因為全部都係人自己嘅自我審查。咁佢有一個例子講得好啱，即係譬如佢話，即係喺黎智英案裏邊，咁佢黎智英選擇要用英國嘅律師去幫佢打官司，連呢啲事人大最後都介入咗，都要人大釋法解決去介入嘅時候，咁連咁用邊個律師咁呢個事都去介入嘅時候，如果佢哋逆住政治嘅潮流，逆住政治嘅壓力底下，例如喺47人案裏邊判47人案，大部分或者全部都冇罪嘅時候，佢又想像到咁最後咪人大釋法，咁最後咪係或者係修例或者立一條更加惡嘅惡法。咁有啲法官就係咁樣諗，咁不如我就直接判咗佢佢哋有罪啦。甚至我覺得有啲法官覺得自己喺47人案等等去判多數人都係判4年幾啫，其實好輕啫，佢都坐咗4年就嚟出得嚟啦。有啲法官甚至覺得即係已經係一種mercy，已經係手鬆咗俾你啦。好過我判晒你冇罪，跟住全部人大釋法，跟住全部再判得重啲，可能全部或者修例之後全部都判10年啦。咁我嘅演繹就係岑妙信覺得好多香港法官就已經係咁諗，已經審查咗自己，寧願輕輕地，佢哋覺得自己輕輕地去判政權想判嗰啲嘅判案，咁就係香港就係淪陷在一啲法官嘅自我審查啦。咁佢哋話岑妙信喺書度仲講話留喺海外法官嗰留喺香港終審法院繼續審案，佢話都未必係代表住為香港政權去背書，但係就一定係為香港司法去背書。其實你問我有咩分別咧？即係香港司法
咪又係政權嘅一部分。你為香港司法背書，俾全世界睇到你係認同呢種司法制度嘅話，你咪等於認同香港整套政治制度咯。咁所以佢話有兩個情況底下咧，海外法官應該考慮辭職嘅。第一就係認為司法系統已經足夠堅守法治啦。第二就係法律嘅內容令人反感啦，令佢哋唔想成為制度嘅一部分。咁我覺得佢呢兩個條件係當然係好啱嘅，但係我覺得佢講得客氣，因為佢見到仲好多同僚，好多英國特別多澳洲嘅終審法院海外法官仲喺制度裏邊，佢講得客氣咗。其實個司法系統不足以堅守法治，係人都知㗎啦。香港而家已經實在寫在牆上，無人不知。法律嘅內容令人反感，唔想制度成為制度嘅一部分。我相信我呢個係一個好客觀，即係除非你係活喺一個政治宣傳下面，其實全世界全香港人都睇到現時嘅國安法23條幾咁令人反感，幾咁將啲忠良陷害，令到佢哋陷獄。其實如果用呢啲標準嘅話，所有嘅海外法官今日就應該已經離開咯。咁所以佢有公道咁講，佢話喺書裏邊，岑宇信話佢質疑咧，而家嘅政治氣氛令法官係好難獨立咁履行職責啦。咁佢當初都係留喺度，認為自己可以好得意去用個字眼，可以限制或者阻擋政府，即係一個迫害嘅狂熱啦。即係佢覺得政府有一種狂熱喺度，即係要迫害一啲反對嘅人士、反對嘅聲音。咁佢認為自己可以限制住政府，即係同埋即係抵抗住司法系統嘅對政府嗰種順從，係啦，即係唔敢逆佢意。咁但係佢覺得而家留喺度做唔到咯。咁啊，47人個案係佢提到啦，喺書裏邊係岑耀信，佢覺得係不可接受嘅，因為見到政治人物同埋用和平合法嘅手段去推進民主，就要坐多年監。佢覺得佢不能接受，不能成為制度嘅一部分，唔想成為即係中國嘅內地嘅一名普通嘅法官。佢話香港已經同步入呢個情況，同喺內地嘅法官冇乜分別。咁我覺得佢咁樣講係當然係好貼地。終於有一個海外法官講到香港人而家今時今刻所感受到嘅嘢，即係我從來冇見過一個海外法官可以咁坦誠去討論呢個政治現實，即係咁願意講現實出嚟。個現實就係真係有迫害，真係有一種大潮流去壓制民主自由，跟住真係用不義嘅法律去判一啲即係受尊崇嘅政治人物去坐監，而嗰啲人係冇使用任何暴力嘅，只係想推進民主。呢啲係香港人好多年或者喺近年裏邊好想大聲講嘅政治現實。當然好少人咁講啦，德高望重嘅人更加少會講。所以岑如信咁樣講的，而且確係令我覺得相當佩服啦，相當欣慰同埋即係相當敬佩啦。我希望可以多啲做過終審法院嘅，甚至唔使去到咁高嘅位置，喺世界各地對香港司法系統同埋政治系統係有認識嘅法律界嘅人士退休法官。我希望多啲呢啲人會出嚟為香港講翻呢啲嘅真相。其實我喺澳洲都有去到游說一啲未係去到退休大法官嘅，但係都係其他可能下面嘅等級嘅法官嘅退休法官，我都有說過佢哋出嚟為香港寫下文章啦，或者佢哋曾經喺後生嗰陣去過香港做刑事檢控嘅，我都邀請佢哋出嚟為香港説話，講翻一句公道嘅説話啦。咁特別係而家香港終審法院裏邊，澳洲咧，即係我身處嘅地方，澳洲嘅退休法官係佔大部分嘅。咁所以你睇到喺林卓廷嘅終審法院案件裏邊，講緊林卓廷話披露咗廉署調查一位警員嗰個身份就違反咗即係處決條例。呢單案件打到去終審法院咧，甚至澳洲嘅海外法官歐仲律啦，
係啦，James Ossoff，佢甚至係睇住香港嘅法律條文係判林卓廷有罪，而佢嗰、個、立場咧係喺終審法院裏邊嘅關鍵一票嚟嘅，即係5票裏邊有3-2，三票係判林卓廷有罪，2票判無罪。而歐頌倫呢個澳洲海外法官咧係企咗喺正序嗰邊判林卓廷有罪，咁所以我唔會覺得佢有任何動機去幫北京或者幫港共政權行事，但係我覺得佢將一條模棱兩可嘅法例擺喺佢面前，佢可能會覺得個法律係擺喺度，我可以判佢無罪嘅空間，或者我另一個演繹嘅空間好細，又或者佢覺得我身處喺制度裏邊係一個政治潮流，係好難抵抗。咁所以我好得出嚟好簡單嘅結論就係呢啲海外法官根本就唔應該嚟。佢嚟到嘅話，我喺澳洲係咁樣同政府同埋同政界嘅人士講，佢係為澳洲帶嚟一個即係成個國家嘅尷尬，即係佢哋為係好難睇、好醜嘅事嚟。咁所以我自己作為澳洲法律界嘅一員，我會繼續去講呢啲香港嘅司法裏邊嘅事啦。點樣用司法成為武器去打擊香港民主派人士啦？我會繼續講，我會繼續去叫一啲現有嘅澳洲法官去辭職。咁我相信近年嘅迴響都比過去大嘅。咁我見到譬如即係外長都曾經為呢件事出過聲啦，叫佢哋接受香港政府委任嘅時候要多番考慮政府嘅立場啦。咁我諗佢哋受到嘅壓力越嚟越大咧，甚至喺澳洲本土嘅時候，佢哋遇到即係香港人嘅示威啦。咁我希望呢啲嘅好似岑耀信呢啲嘅法官有名望嘅人，會繼續為香港發聲嘅時候，可以掀起到更加多即係國際嘅關注。